大家好，又嚟到與文師傅有個約會。今日呢，有幸走進張忠禮上 Dr. Lisa 嘅博物館。佢唔單止呢係中國古董文物復修鑑證嘅專家，更係一個用行動去守護文明嘅收藏家。佢嘅收藏品唔係單單鎖喺保險庫裏邊，而係慷慨咁樣捐贈俾香港青年協會博物館，讓一代一代嘅年青人可以捉得到的歷史。走入呢個博物館，由新石器時代含山文化去到龍山文化、紅山文化，甚至乎去到夏商周近代嘅元明清，都一一有涉獵。一啲古玉、古碗、泥製嘅器具，星羅棋布擺喺我哋面前，我哋可以鑑館知今，發千古之幽情。好多人以為呢，古董只係一啲有錢人嘅回憶啦，其實唔係㗎，其實一啲文化嘅精髓，一啲結晶，我哋可以從每一件嘅文物裏邊呢，睇到文化嘅價值啦，知識嘅價值啦，傳承嘅價值啦。喺過程之中 Dr. Lisa 仲分享佢一啲鑑別古碗嘅一啲常識。哇！機會嚟啦！2026年1月8號星期四喺尖沙咀中港城皇家太平洋酒店，阿 Dr. Lisa 咧會有一個文物古碗嘅一啲分享會。哇！要掌握呢個機會咧，同 Dr. Lisa 見一見面，say 個 hi。好，唔該晒。